2026年係國家15規劃嘅開局之年，亦都係香港喺邁向由治及興嘅新征程上，計劃未來5年發展方向嘅關鍵之年。香港會抓緊機遇，將機遇轉化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同埋改善民生嘅實際成果。我哋會持續鞏固提升金融、航運、航空等優勢產業，通過吸引更多龍頭企業落戶，締造更多高增值嘅投資同埋就業機會。15規劃明確要求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。北部都會區面積同埋未來人口都佔香港大約1/3，係香港經濟發展嘅新引擎。我哋正通過片區開發、優惠政策包等創新合作嘅模式，提供新土地作創新科技發展嘅用途，為推動新增生產力注入源源不絕嘅動能。我會帶領特區政府團隊去團結社會各界，主動對接國家15規劃。我哋正全速制定首份香港嘅5年規劃，為香港社會經濟同埋民生發展提供清晰嘅指引，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。